不穿雨。为什么要骗我？让我看看你的脸遮得怎么样了。你看到了吗？你是那样的美丽。这真的是我吗？你在我心中，本就是一个内外兼修、文武双全的优秀女子。二公子，你还要叫我二公子吗？叫我英奇。英奇。星辰如马，画不穿雨中的她。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想骗我？你没想到吧？一路上与你朝夕相处的叶倩影和叶默生都是著名联盟的奸细，他二人根本不是兄妹，而是师姐弟。叶倩影本姓樊，应该叫樊倩影，他爹就是前明御医樊离。他们与你的相遇根本不是巧合，更不是你和一个女人一见钟情的艳遇。父王，你们明明就是明珠谷的杀手，你们也不是什么兄妹，而是师姐弟。你们遇见我也不是什么机缘巧合，而是为了那把金钥匙。你什么都知道了。该知道的，我都知道了；不该知道的，我希望你能告诉我。你还想知道什么？我想知道你接近我除了金钥匙之外，有没有一点点喜欢过我？不要撒谎，说实话。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。你杀了我吧！虽然你没有喜欢过我，但我却是真的喜欢你。你走吧，还有你的师弟。你们都走吧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放了我们？我父王已经在府外设下了500禁兵，你们逃不出去了。
拿着这把匕首，以我为人质。可是，如果我们走了，你怎么向你父王交差？我自有办法。别犹豫了，压着我冲出去。范千影、叶不生，你们赶紧放开二公子，我还能替你们兄妹二人在王爷面前求个情，否则的话，我今天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让开，否则我就杀了二公子。混账，还不让开！快让开，保护二公子要紧。慢着！干什么？你们想害死二公子吗？应齐，我现在已经没有资格叫你应齐了，还是叫你二公子吧。二公子，多谢救命之恩。你们快走吧，我不想再见到你们。如果下次相见，绝不容情。二公子，二公子，撤，撤！快走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这。二公子，你没事吧？让他们跑了，这个王爷可怎么交代？快，在我胳膊上砍一刀。啊！这还不动手？王妃，你慢点儿。我要再去晚点儿，我琪儿性命就不保了。不会的，王爷一向很疼二公子的，他不会真的杀了二公子的。叶姑娘，你怎么还没走？我不放心二公子又回来了，我要和你一起去救他。你若被王爷发现，性命就难保了，那岂不是辜负了我琪儿对你的一片苦心？王妃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府上没有人见过我的真面目，我现在马上假扮成你的丫鬟，随你一起去王府。不行，你去只会火上浇油。虽然我琪儿对你一往情深，但她不可能随你离开平西王府，跟你去浪迹天涯。你还是赶紧走吧。王妃，对不起，我必须去见二公子。我用的手法很轻，你的穴道很快就会解开。希望你尽快赶到平西王府，和我一起救二公子。至于你是否向平西王揭穿我的身份，就由你自己做决定吧。他们就这样拿你当人质给跑了。父王息怒，是孩儿一时冲动，
当孩儿知道樊千影是明珠谷的奸细之后，很是气愤，想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这么对我，于是跑去和他对峙，结果没想到他却突然对孩儿出手，孩儿奋力抵抗，结果却不是他的对手。当他一剑刺向孩儿的手臂时，孩儿才幡然醒悟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王爷，都怪属下无能，竟然让那2个奸细给跑了。父王，此事是孩儿一个人的错，与石将军无关。是吗？来人！王爷，将这个不孝子推出去斩了！父王，王爷，万万不可！二公子固然有错，但是罪不至死啊！父王息怒，孩儿知道错了，就请父王饶了孩儿这一次吧。你知道错了，你错在哪儿了？孩儿错在明知樊千影是明珠谷的奸细，却妄想用儿女之情，企图打。住口！你到现在都还想骗我？现在知道疼了？据我所得的密报，樊千影可是明珠谷一众前明精英联手调教出来的绝顶杀手，而你不过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。他若对你下手，你还有活的机会吗？这一剑不伤及要害，就说明他对你手下留情。你二人分明是你侬我侬，商量好了，你故意以自己为人质，放他逃脱。我说的可有错？父王英明，孩儿的小心思瞒不过父王，孩儿私纵大敌，罪不可恕，请父王恕罪。王爷，你是何人？回王爷，奴婢是侧王妃新买的丫鬟秋月。侧王妃得知二公子违反了王爷的军令，要被军法处置，竟然急晕了过去。奴婢特意来禀报你。叫他急，都是他教的好儿子。秋月，还不快回王府照顾侧王妃去！侧王妃有望月他们几个伺候着，侧王妃要奴婢来守着二公子。笑话！我违反了军令，王爷处罚我，你守在一旁又有何用？还不赶紧退下！慢！秋月，看着你，倒是比寻常的丫鬟胆子大了不少。若是望月他们几个，在本王的盛怒之下，早就浑身颤抖，站立不稳，你倒还能神色从容。王爷，手下留情！王爷，王爷，求王爷手下留情，饶过琪儿吧，贱妾愿受任何责罚。你的账，我回头再跟你算。愚人把儿子娇惯得这么不知轻重，为所欲为。贱妾知错了，王爷。但是贱妾膝下只有琪儿这么一个孽障，只求王爷看在贱妾的份上饶过琪儿，贱妾愿受任何责罚。起来吧，跪在这里，成何体统？谢王爷。琪儿，难怪你父王震怒，你怎么可以为了一个女人敌我不分，私纵强敌？
妻儿只不过是一时为情所困。想当年王爷年轻时，不也曾冲冠一怒为红颜吗？妻儿这般多情痴心的性子，倒正是随了王爷的天性。妻儿，没错，世人皆说，父王年轻时曾冲冠一怒为红颜。可当年父王乃是审时度势，察觉前明江山气数已尽，才迎着清军入山海关，成为这大清的开国重臣，并非只为了陈圆圆一个女人。若是父王只痴恋陈圆圆一个女人，又怎会再娶了你娘？又哪儿来的你呀？是贱妾头发长见识短，胡言乱语了，王爷。但是这人不风流枉为少年，妻儿只不过是一时为情所困，难以自拔，并非有意忤逆王爷，还请王爷饶了妻儿。妻儿，还不快求王爷恕罪！孩儿知道错了，求父王恕罪。妻儿，看在你娘的面子上，你只要肯在父王面前立下重誓，从今以后与那个樊倩影一刀两断，心里不再想着他，父王就饶了你。妻儿，还不快快向王爷立下重誓！娘，父王，孩儿不能立此重誓。孩儿不想欺骗你们，因为孩儿做不到。妻儿，你就醒醒吧！那个樊倩影对你的感情根本不是真的，她接近你就是为了利用你，她根本就不爱你，更不值得你爱。不是的，我相信倩影是爱我的。父王，虽然我们俩立场不同，但是我们俩却是真心相爱的，并且我们俩谁都不愿意玷污了这份真情。王爷，来人！二公子违反禁令，私放强敌，罪不可赦，拖出去给我斩了！王爷，万万不可呀！王爷，王爷，妾妾只有妻儿这么一个儿子。王爷若杀了妻儿，妾妾也就不活了。王爷，你现在可愿立誓了？快呀！父王，儿子早已对倩影立过誓，永不相负。我若是再发一个假誓，那不仅是对倩影不忠，也是对您不孝。拖出去！王爷，王爷，你若杀了妻儿，贱妾此生已无可恋。王爷，就此永别。娘，王妃，娘，罢了。玉柔，看在你尽心尽力扶持了本王20年的份上，我就饶了妻儿这一次。不过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饶。来人，在将二公子推出去，重责50军棍。是。谢王爷不杀之恩。你给我千万忍住，不可露出任何破绽，不然你帮不了妻儿，反而会害了她。王爷，求你不要再打妻儿了，要打就打贱妾吧，王
晴儿，我们不要再打了，王爷，求您了，王爷啊！打！求您了！军令如山。